講防守河保組海峽，即陣青年運動嘛宣布要防守萬德海峽，恐驚係油價貨運的成本變愈重。美國出現嚴重的環保止糖疫情，已經1000多人感染。調查指出，這源頭可能就是墨西哥的娃仔菜。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張曼婷。中壢郵局又驗出致癌物質，調查小組今仔日去廠區檢視，按算一禮拜內的調查清楚，看這到底是叨位出問題。另外嘛發現講，中壢為舊年開始就綁定黃豆驗收的標準，這真有可能就是地書本片比超標的關鍵。藥品本片比超過標準的前期咧均價，佇台中的中壢郵局工廠一早起8點外。道檢方甲小署獨立調查小組過來廠內檢查，按算一禮拜內完成調查。中壢進前才被發現暗含部分的油無確實停報列冊，即馬個調查結果指出，中壢為2015年開始就綁定黃豆原料驗收的標準。豆子呢，因為燻蒸沒有辦法那麼均勻，燒的時候呢會臭灰搭一樣，所以100顆豆子裡面呢有0.5顆，就1000顆有5顆以下。原來0.5%，後來運輸標準他們調整成5顆以下。鄉志講指出，台灣在2016年4月到即馬了後買黃豆啊，主要是巴西來，因為濕度較懸，黃豆採收了會先用混蒸來保存。業者將黃豆的損傷率標準為0.5%，綁定10倍，就可能讓本片比超過標準。會按照這個事件的風險評估、涉及層面跟它的影響程度。那麼來這個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揮中心。趙忠龍表示，針對跨轄區的食安事件，會比較疫情時期開設食安事件指揮中心，同時對外發布信息，避免中央各地方無共調。廠商若發現產品有記錄，煞延遲通報，甚至知情不報，法律金額上限也會即賣300萬提懸10倍到3000萬。從這一個食品的下架。預防性下架，它的範圍、程序，以及呢，在這個原因消失之後的處理方式，包含銷毀，或者是已經是確認安全的預防性下架商品，如何重新上架？那麼這個我們也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會再把它融入進去。國防部公告，全面檢驗部分已經第20個項，除了已經查7批無合格油，加另外1批外銷無檢體，會維持全部民俗價格啟動消費定時。檢驗合格產品甲加工製品有19批，應馬上個重新上架。衛福部強調，處理食安事件會遵照源頭控管、和平回收2大原則，進行明確規範，和各縣市有同款的標準應照咧做。記者綜合報道。同款是甲食安的問題有關係。美國出現嚴重的環保止糖疫情，已經有30州出現病例，1000多人感染。這調查指出講，源頭可能就是墨西哥的娃仔菜。不過，因為這種寄生蟲的暗做期有2禮拜，若要追查源頭，恐驚是有較困難。一份塔可餅啊，一份墨西哥卷，看起來新鮮好食，煞可能將寄生蟲當作食落肚，因為美國當爆發大規模環保自從疫情。It's not simply an inconvenient stomach flu or stomach bug that it's over in a day.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impacting people in a bit of a different wa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sheer numbers across this number of states, this is why it ends up becoming quite notable. 美國食品甲藥物管理局 FDA 對早發現未少患者發病進前，攏捌食過塔可精加入菜西斯的產品。調查也揭露到墨西哥中部農場供應鏈，比食材經過測試了後，分銷到各大餐飲業。也毋過 FDA 原本檢出陽性的檢體，複檢了後所證實是假陽性，也暴露目前檢測技術的局限。And so that might be whatever that threshold is. That might have been right at the cusp of that.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cyclospora in that sample, right? And so what they might have done is maybe retested it. And when they retested it, they didn't pick it up. There wasn't a hit. 除了檢測無簡單，環保自從上長會當暫緩2禮拜，加上患者就醫甲疫調攏愛時間，感染源追查也更加困難。There again, it's so challenging
Becaus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f symptoms aren't occurring 2 to 14 days later, and then some people are taking another week before they go to the doctor and in the testing, so you're looking at 3 weeks, that commodity from that food service restaurant or the grocery store, it's gone. 白宮表示，當甲聯邦參地方單位全力提升檢測和追查源頭，他閣將也發聲明強調，徛佇高度謹慎，已經無限期鐵路受影響供應上的菜色。台灣衛福部食藥管理署已經確認，台灣最近3年攏無相關受污染的菜色輸入記錄，民眾無需要傷過驚嚇。公視新聞林義祖編譯。今年的城鎮輪成演習為8月初7開始，今年是頭一擺加入行動網絡降速的演練，主要是針對北部甲中部的14個縣市。中部是8月初10下晡2點半至3點，北部是8月13日下晡2點半至3點，攏是半點鐘的時間。總統府強調講，這回演練是降低手機行動網絡的速度，唔是完全切斷網絡。若是民眾要用手機視訊、看影片、聽音樂等等，可能會有小可頓停。不過基本的語音通話、文字簡訊、報案，還有在防過境的服務，攏也是正常使用。另外，這家用的固定網絡、設來 Wi-Fi， 或者是軍方甲高科技業者的專屬網絡，嘛是同款袂受到影響。民眾生活手機離袂開，不過因應拄到天災戰爭，可能面臨斷網斷線。今年城鎮輪成演習頭一個納入行動網絡降速演練，驗證政府看機關的應變能力、民眾備援能力，攏總14縣市參加。中部大勝舉行，8月7日下晡2點半，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甲嘉義縣市展開30分鐘降速演練。8月13日換宜蘭、嘉南、雙北、桃園、新竹縣市導入演練。當發生這種臨時的狀況、無預期的狀況，或者是超乎預期的狀況的時候，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可以做一個算是實驗性質的一個測試。雖然說降點數可能還是會稍微影響到公務了，但是至少不是完全切斷，因為完全切斷，說句實在話，那半小時到底誰來算？這屆降速演練針對手機4G、5G 的行動網絡，受限部分包括熱劇、傳影片、行動支付、看社群媒體圖片、雲端備份、視訊的通話，暗個通話功能防在警告的消息無影響。另外，家用個網 WiFi 設來定位軍方網絡，會當正常使用。城鎮韌性演習期間，民眾還是可以用手機講電話、傳簡訊，但若是真的有上網需求的話，可以透過連 WiFi 上網不受影響。總統府發言人郭安輝講，通信演習不是台灣首創，日本、南韓、新加坡、歐盟攏有針對斷電網絡攻擊的通訊受阻礙進行做演練。對於南部納入降速演練，伊表示中部北部人口佔7.3%，所以優先，所來推廣到全國。不過 NCC 回應，南部演習早起10點，考慮拄仔是台股交易時段，真濟人用手機操盤，則無納入。有些民眾說，哎，我那個時候網絡速度跑得慢，那當然會影響到它相關的一些作業。但是我覺得，演習的目的就是模擬說，戰爭來臨的時候呢，怎麼辦？專家表示，政府演習的目的就是要模擬戰爭的情景。立委指出，科技界對降速演練並無認同，要求政府說明通訊受阻礙演習檢驗標準。記者採訪報道。東南亞國家協會外長會議今仔日佇菲律賓馬尼拉起稿，中國甲菲律賓的外交部長按算要來會談，不過這會談攏還未舉行，兩國煞閣佇咧南海起衝突。這屆發生衝突的地點就佇咧仁愛暗沙，這個所在佇菲律賓200里的經濟區內底，不過嘛拄好佇咧中國家己主張的九段線範圍，所以才有雙方攏講家己有主權，互相指控對方入侵的問題。而且這已經唔是頭一屆啊！佇咧1999年，菲律賓的馬德雷山號超工佇咧仁愛暗沙擴大做南海主權的據點。中國當然是要求撤除，不過菲律賓是拒絕的，佮講中國有幾落擺攏阻礙補給。2016年，這個國際法庭判決中國九段線，認為講侵犯到菲律賓的權益，也這中國是堅持唔接受，佮批評這是一場廢紙。也那昨7月20日是中國的海警用巡邏做理由，挖進菲律賓的馬德雷山號，菲律賓是派海軍要去甲趕走，想袂到煞去互中國的海警用棍仔來講頭殼。
雖然中國表示講是菲律賓先起無空，才會來反制，雙方是一個講好協，一個講飯咧，各人講各話。不過，這件代誌是已經引起美國的關注，認為講是中國佇咧破壞區域的和平。伊朗封鎖荷堡珠海峽已經影響國際能源的運輸。即陣也門的武裝組織青年運動嘛宣布要封鎖曼德海峽，來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海上封鎖。這兩條中東重要的海路攏去互人封起來，恐驚是會害油價回運的成本變愈重。正當美軍中央司令部對伊朗展開連續12個軍事打擊，使中東地緣政治危機進一步升懸的時，當年和美國甲歐盟定為恐怖組織也門青年運動20宣布，即日起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海上封鎖。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青年運動甲沙烏地阿拉伯原本2022年3月，在聯合國定沙協調之下達成停火協議，各地雙方的打罵之下，延續到今年。在中東局勢真緊升懸，青年運動甲沙國頂日開始互相轟炸，使4年外的停火正式結束。青年運動佮鼓吹支持者繼續以2014年就控制首都薩那的記錄，支持對沙烏地對抗。ردا على 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وحصاره قد حاصرنا 12 سنة فنقول له أن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ات والمواني بالمواني.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 青年運動是伊朗自稱的抵抗核心成員，也是伊朗在中東的重要代理勢力。因為協會封鎖會使連接紅海甲阿丁灣的曼德海峽陷入半水，甲荷姆斯海峽形成上重的海運軌跡。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紅海南部門河曼德海峽一旦被關掉，會使沙烏地對亞洲的原油出口中斷，佮可能造成原本就減少10%的全球石油供應，佮進一步減少7%。另外，曼德海峽的海底公簽流量佔全球17至25%，佮較恐驚會影響美國佇中東的 AI 運算中心。根據美國汽車協會上新數據，美國全國的普通汽油平均價格20個起登到每加侖$4關卡，顯示當咧活躍的中東地緣緊張對全球市場的衝擊佫一擺浮現。公視新聞安如梅編譯。聯合國捌幾多屆批評尼加拉瓜侵犯人權，這國內百姓嘛捌發動示威來抗議政府的獨裁。尼加拉瓜的總統奧迪加甚至是已經連任4屆，總統攏唔捌換人。這陣伊甚至閣宣布講，從此以後，這尼加拉瓜是袂閣舉行任何的選舉，就是為着要阻止反對派有重新奪權的機會。80歲尼加拉瓜總統奧迪加已經連續執政逾20年。奧迪加19暗甲支持者共同慶祝雙贏革命47周年。伊閣較佇典禮上宣布，尼加拉瓜將袂閣舉行任何選舉。尼加拉瓜的後一屆總統大選會佇2027年11月舉行，因為這已經延期1年。去年1年，奧迪加就透過國會修改憲法，將總統的任期由5年延長到2年，閣將迄當時擔任副總統的加奧穆里尤升做共同總統，2個人會當講控制政府所有的部門，包括軍隊甲司法部門。Vamos a trabajar con las asambleas nacionales y con las organizaciones correspondientes, las leyes, porque hay que hacer las leyes que les pongan un muro, un bloque a los golpistas, a los vendepatrias. 奧迪加捌參與1979年7月的雙城革命，協助殺倒蘇摩查的親美獨裁政權。19是伊2個月以來頭一擺公開露面。伊也表示，這項措施已經全面防止反對勢力取締政權的任何之路，只是奧迪加還未說明實施的細節。
對此，美國國務院也還未發表評論。不過，川普政府早在2018年尼加拉瓜爆發反貪腐示威活動時，就將奧迪加甲莫里尤定調是獨裁政權。經驗聯合國統計，迄當年政府鎮壓示威活動造成300多人死亡。Se acabó la historia de que los partidos puestos por los yanquis, puestos por los somocistas, volverán a llegar al gobierno. Jamás, jamás, jamás. 對此，政治分析人士甲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表示，奧迪加的這項聲明，暴露出因洪阿寶政權對反對派運動的高度戒備。因認為尼加拉瓜恐驚會進一步走向家族式獨裁統治，因為當局並不是想要操控選舉結果，而是互選舉競爭機制本身特定消息。公視新聞新錄的編譯。同款是政治的消息，鏡頭換來看日本京都府北環市的查某市長川田，因為今仔日開始請16禮拜的產假，差不多是4個月，正做是日本頭一位佇任內休產假的地方首長。有人支持講安尼是保障女性的權益，不過嘛有人批評講伊無負責任，若是要請長假，就應該直接辭職。今年35歲的川田祥子，2當前當選北環市市長，正做是日本上少年的查某市長。前幾日伊宣布要請16禮拜的產假，也擱在正做討論的焦點。根據日本勞基法的規定，一般勞工生囝進前會當休6禮拜，生囝了後會當休8禮拜，攏總14禮拜的產假。北環市予市府員工產前產後攏總16禮拜的產假。而私人企業的人會當摕到2/3的薪水，也擱有生育津貼。部分政府員工待遇擱較好。也毋過民選的首長，互人看做是特別職公務人員，法律並無就這方面做出明確的規範，所以川田祥子要比較市府員工請16禮拜的產假，雖引起議論。有人支持保障女性權益，毋過嘛有人批評伊無敬業，要請長假就應該辭職。賛成は賛成です。女性、私も子供を産んだことがあるから、女性の権利として、出産の時は休んでほしい。けど報酬に関して、報酬を 100% 受け取るって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はあんまり賛成しません。川田祥子認為，若准批評政治人物休產假，就等於是排除20至40多歲有可能有心的女性做公職的可能性。男女共同参画とか働き方改革とかいろいろなことが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リーダーを含めたですね、さまざまな職業において子どもを産むということをやはりためらわない社会を作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やはり少子化というのは少子化によるやっぱりこう人口減少、それに伴う経済の劣化というのは私は避けら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川田祥子希望會當帶頭拍破這種無平等的局勢，讓女性會當安心母政治，也會當安心生囝飼囝，唔免佇個家庭甲事業之間做選擇。川田7月20開始休產假，職務會由副市長暫時接手。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即馬人工智慧 AI 長興，真濟代誌攏會當透過 AI 來處理。AI 會遮爾啊全面，主要就是透過學習的過程來建立模型。毋過，所有可能會牽涉版權的問題。有一間開發商就互人提告，講侵犯到著作權。舊金山聯邦法院是做出裁決，要求這間開發商就要付15億美金來和解。這個訴訟案的起因是一陣寫冊的著作權人控告 AI 業者，佇訓練模型過程為網站下載大量的盜版冊做資料來源。各位人講 Anthropic 無經過原作者同意，隨便使用冊的內容。前一任終審法官佇2005年的初步裁定認為，業者訓練目前真受歡迎的模型 Claude 過程中對冊的內容屬有合理使用，不過其中超過700萬本盜版冊屬有違法的範圍，必須負擔賠償金，明確劃分 AI 產業合法甲違法的界線。部分原告認為，因的損失有幾落千億美金，初步裁定的和解金額每一本3000美金實在傷少。不過，終審法官指出，部分原告提出的金額無符合實際評估結論。本案第2任法官嘛是同款的看法，因為不滿和解金額的原作者提出這個官司，另外佫提出訴訟，所以20上尾仔的裁定就以差不多50萬本冊來計算，和解總金額達到15億美金。隨上除了部分著作權人另外提告，也有部分音樂版權所有人嘛控告 Anthropic
當時包括 Meta、Google、OpenAI 攏變做著作權官司的被告。這屆 Anthropic 甲部分原告達成和解，除了15億美金和解金，創下美國版權官司最高紀錄，嘛是歷史上頭一件相關案件以大規模集體訴訟達成和解案例。公司新聞7家人編譯。AI 發展甲真緊，對人類來講，到底是一種威脅，也是幫助？有人因為訓練 AI 牽涉到著作權的爭議，煞嘛有人因為 AI 技術改善生活品質。AI 漸漸咧改變社會，聯合國按算打造監管的機制，避免這科技集中佇咧少數的國家甲企業，造成全球愈無平等。輪椅頂懸查甫人一雙手，倒去馬上自動刷到指定的位置。韓國科學技術院研究團隊將 AI 穿在身軀，這套寬關節智慧護具用馬上分析步態，提供個人化支持的力量。英國聖伊格拉大學團隊展示一款智慧輪椅，使用人透過用血、手勢、金馬進好短操控輪椅刷叮當。研究團隊特別強調，所有資料攏在本地 AI 模型運算，無需要上傳雲端保障醫療運輸。另一項接受自我技術前讀出大腦信號的腦器改變，協助漸凍症中風患者對外溝通。為協助行動到中間溝通能力 ，AI 豆豆改變人類生活。不過技術快速進步，另外一個問題也出現，這力量到底愛由什麼人來管理呢？Right, then we are likely to see an immense concentration of tech power and wealth in a few zip codes, in a few postal codes. And we are also like to see harms from AI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perhaps at the societal and systemic level as well. 在聯合國第一擺舉辦 AI 監管全球對會，希望建立用人權永續發展、公平和安全做核心的監管空間，能夠解決社會落差的問題。 2.2 billion people have never ever accessed the internet, and those that are not actually connected are going to be left behind when it co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聯合國警告，若無法度減少社會落差 ，AI 革命帶來可能唔但是創新甲便利，也可能讓世界加速更加無平等。公司新聞陳秋梅編譯。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